人哋就係咁慘，但係佢哋都有兒有女咁佢哋即係佢肯捐50萬俾人，咁咪好人。邊個好人咪就係黎天和黎明咯。日前就有報道話黎明低調捐款俾消防員同埋修路工人，所有市民都俾 like 啊。都算係一種支持同埋鼓勵嘅，雖然就即係可能冇叫黎明即係捐錢咁有實質嘅一個實質嘅幫助啦，但係始終心靈上都會有即係有少少幫助同埋鼓勵。都係一個即係身為明星啊、知名人士咧，都做一個叫做典範出嚟啦。咁始終佢係有一個知名度，可以令到可能更加多嘅香港人嘅市民去留意到呢件事啦，去即係以身作則去捐錢咯。咁本身同埋佢係低調去行事啦。咁佢唔係一啲即係某一啲富翁啦，佢係可能係一定要落捐錢之後落自己名，反而佢係好低調咁去捐50萬正常，即係代表咗佢係真係想去慰問嗰啲消防員嘅家屬。講到有班明星個個拎住張紙自拍，仲要 hashtag 向前線消防員致敬，市民就咁睇啦。咁明星都係靠知名度去揾食噶嘛，咁佢哋都要做一啲行為去即係去揾知名度，係表現出自己咯。想多啲市民去留意多呢件事。當然要提下翠如 BB 笑住影，然後又因為網民留言粗口 depost 事件啦。都係同意網民咁所講嘅嘢，咁始終你嘅表情同埋你所可能擺影相嘅姿態同動作，你都要根據翻你當時嘅場合做一啲合適嘅動態啊，或者你表情出嚟啦。更何況係即係你唔係即係唔講普通人啦，佢係應該係明星，係受到好多人關注，更加應該去注重自己本身出嚟嘅形象。咁網民鬧佢就固然有唔啱啦，但係佢嘅行為都唔係幾好咯。點樣？即係你唔會就咁影張相，然之後就話佢哋好慘咯。咁捐錢始終係一個比較實際啲嘅幫助對。但有市民就話，翠如 BB 都係想帶正能量俾大家啫。我哋平時喺唔同嘅節目都可以見到，其實黃翠如都係本身一個比較正面嘅人啦。咁我覺得佢笑住，只不過都係想俾大家，即係雖然呢件事係比較傷心，但係佢只不過係可能想即係散播一啲正面嘅能量俾其他人。